When it snows outside on this winter night, I'm looking for a trace of you. I never forget the time that we met, the winter when we fell in love.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幻灭。你觉得是哪个？却不存在，这般美丽，谁知我爱是什么事？谁明白生命？我是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暂时高飞，摆脱道路，我们如何存在？多少是动摇，却好像不对。多少是伤悲，却好像多少是后悔，却心如刀绞。多少是红天，却责我。谁知道我们爱是怎么出？谁明白生命已沦为何物？我是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是暂时高飞，摆脱道路，我们如何存在？谁明白生命已沦为何物？或是找个借口，就继续苟活，也摆脱了我们如何存在？先平复一下情绪，想介绍自己。我叫果坚，今年18有1，我来自成都外镇焖楼头。我的团队需要你需要我的团队，来了，谢谢。这是第1届的苏北台摇舞会，我是这个乒乓的刘区。我觉得你唱这首歌有点像那个《中国好声音》的剑。我想问你一下，我带汪峰没有讲什么，我带汪峰问你一句。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就是我最丑的一个外语周刊。
喜欢英文。谢谢。什么？待会你就会知道是什么了，你继续吧。我觉得你刚才唱的真棒。我觉得你应该让我会让你八卦八人洗下去，那我就对了。谢谢。唔會講㗎啦。黐線！如果佢哋三個做評判嘅話，我都唔理啦，係咪？好，有請係。我哋大會啊，今次重金禮聘咗3位評判啦，分別係 Harris 太平紳士、金輪公爵夫人同埋爹爹榮耀主席。好啦，你會專人咧搬咧最勁嘅評判椅俾佢哋坐低先嘅。我哋出翻嚟先未啦。好，大家好，歡迎嚟到蘇比利泰聖誕音樂會，我係你主持葉志聰，係明日。好，等一陣先，要拎道歉，要講咩咧？好啦，咁頭先咧，啱啱已經介紹咗3位評判啦。咁咧，今次咧仲要介紹多樣嘢，就係今次咧呢一個嘅蘇比利音樂會咧係有3個大獎嘅，分別係由2個評判咧係投選出嚟嘅最佳台演擊獎同埋最有台風獎。而另外第3個獎咧就係由你哋在座每一位選出嚟嘅最受歡迎大獎。好。所以咧喺投票之前咧就唔好整2張投票紙啦，我哋大會係唔會再提供㗎，到時就冇得支持心儀嘅隊伍㗎啦。好，但係咁嗰啲投票細則或者點咧，我哋由最後嗰 part 完曬所有嘅表演咧，先再同你哋講嘅。好，跟住落嚟考翻我獎品咧？係喎，獎品喎，有你應該知明白。介紹下啦，我哋呢個獎品咧真係非常之豐富㗎，有呢個 M 記禮券啦，我的美麗日記啦，自拍神棍啦，着嘅襪啦，同埋各式各樣嘅糖果禮物㗎。你聽唔到啊？我再講多次點解？係有 M 記禮券啦，我的美麗日記啦，自拍神棍啦，着嘅襪啦，同埋呢個各式各樣嘅糖㗎。好期待咧各位參賽者。好，事不宜遲㗎喎。係啊，我哋有請我哋第一隊嘅參賽隊伍提摩太嘅冠軍隊。4年之前，我哋嚟到呢個家入邊，我哋成長，我哋犯錯，有時候我哋跌跌撞撞走咗出去，被殘酷嘅現實傷害，最尾翻嚟。但係我哋喺當中得到最珍貴嘅嘢。今日我哋邀請大家同我哋一同回家。快樂精彩。
的愛你在怕。將傷痛放下，看透俗世芳華，迷失漆黑中，多種把你念掛。回家，即使身世幾個轉變人愛，在這屋裏有主的愛你在下。回家，將傷痛放下，看透俗世芳華，迷失漆黑中，多種把你念掛。回家，即使新世代全然人愛，在這屋裏有主的愛你在下。在這屋裏有主的愛你在下。有冇聲？有。耶！哇，正喎！頭嗰大家嘅冠軍，你鬧得唔似冠軍。冇嘢啊。我覺得正，可能你覺得唔係，可能佢覺得唔係咧。點解唔覺得唔係？唔會唔係啦。咁我哋係跟住嚟會有反對㗎嘛。咁又係，咁都要睇完其他人表演先有分嘅。係咯。我估最下一隊係咩隊？係 Twins 有2個女仔，佢哋負責唱歌啦，高音甜，低音準，中音穩，響定穩啫，其實響嘅一隊唔係 Twins 嘅 Twins。好，咁事不宜遲，你哋準備好未咧？佢未嘅，佢講。咁我哋繼續介紹佢哋啦。好，咁佢哋嚟自5號4位嘅，佢哋係嚟自佢哋係靚女啦。頭先喺後面講佢哋話靚女咯，你就信唔信你就佢哋知？係。好，好，準備開始喎。好，咁我哋有請呢個翠豆隊出場，有請。
手推這個為歌啊！原來笑像紅風，天空中來的英雄，你跌親就算好，仍然流露着笑容。親有風，錯真也冇錯。冥冥中遇上他，愛與天空，倦極也不痛。想再唱，係完美飾演風箏。我完美飾演喊。等陣先，好，跟住我哋咧下一隊見我，下一隊咧我好似留咗啲嘢俾你，但係唔係咩？我以前 MC 都有出賽機會嘅，你等我一陣先。係要度身訂做啊！係去呢邊先，我要打個電話先。
正黐線啊！佢哋幫你賣埋廣告，如果你咧即係想買毛巾嘅話，就可以陣間落嚟後面買到隻球。唔該曬大家，好。跟住落嚟係大家期待嘅時間啦。佢公子咩嚟嘅？Nike 做先發嘅你。我 Nike 做點樣做咯？可以麻煩後面開翻台同埋禮同埋燈咧，唔該。好。我哋俾咗驚喜大家㗎，大家可以而家望一望自己嘅凳底。嗱，如果見到咧，見唔到咧，你見到有張紙嘅，我上面有句嘢嘅。如果咧有個人，如果你抽到嗰張紙咧，佢係恭喜你嘅話咧，呢張紙恭喜你同埋上面有個 number 㗎，唔該放低你嘅手同埋嗰張紙啊，唔該。有個咩可以見到嘅話，已經係準備入圍呢個抽獎啦。係準備咧，你未必有獎錢嘅，係啦。呢一個拎到嘅，唔該麻煩舉舉手，唔該。係有個 number 喺你嘅手度嘅應該。咁最重要嘅抽獎環節，咁梗係交俾我哋神學生金立太平紳士。誰人又相信
一世一生這膚淺對白，來吧送給你，用幾百萬人流淚過的歌語，從未聽過誓言如幸福摩天輪，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愛那麼多，給你用力創20首不捨不棄，或無數你愛得過火，給你帶你數20首真心真意，係高峰都因我動容，做人給我你怎麼竟然說 K 歌之王是我。Shall we talk？ 就算牙關開始打盡，別說謊。陪我講出我們最後何以生疏？誰怕講？誰會可比得我歡樂探戈？難得可以同坐，何以要避諱赤裸？如果心思真有橋下，誰怕無路更多？陪我講，陪我真真正是眼淚誰變得多？無法講，誰去比美自然失去了能力觸摸？微聲可以靜，難過卻避不過，而我沉默太沉重，別要輕輕帶過。我只想跟你未來怎在愛旁，你那呵欠轉得不絕，絕到擁抱我。
沒有如果某某。下雨天燭光臉錯字，頭槌上那可愛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會見舊朋友，就算心會變遙遠，但這刻可望見，即使重聚再短，時光可變，世界可變，人情亦許多都變遷，有共情不變，但總真找不到缺點。你我再次相見，隨便過於身心相互選，有共情從難扭轉，心內那熱戀，亦是純真未變。世界可變，人情亦許多都變遷，有共情不變，但總真找不到缺點。你我再次相見，隨緣過於身心相互選，有共情從難扭轉，心內那熱戀，已是純真未變。有共情不變，心內那熱戀，已是純真未變。Thank you。多啲買回家啊！Hello， 又係我啦！你可唔可以對住支咪講次？嗨，平安。拎住呢個嘢做乜嘢啊？我 send 嘅呢張叫石子，唔係普通石子咁簡單，佢係鄭一倫嗰組嘅一場運，佢叫石子仔。佢解釋點講先啦。Hello， 石子仔，陣間咧，我石子組咧會有啲乜嘢表演啊？係有大提琴啦，小提琴，仲有鋼琴一齊你哋嘅表演啊，又食得嚟又帶點澎湃，係咪好期待先？係啊！多謝林靜君。好，故事嗰件事啦，我同石子仔同埋明根，我哋都趕住去欣賞石子組嘅表演。佢哋仲未預備好，咁不如我哋同石子仔講多陣嘢啦。哇！你有咩想問石子仔啊？你今日幾多歲啊？你今日幾多歲啊，石子仔？你從哪裡來的？我唔怪之你塊面全部都係皺紋啦，石子仔。我已經見得好好啦，石子公。唔係啊，石子真係我名，我亂話嚟㗎。咩嚟㗎？
少男少女啦。即係我哋上台嘅原因係因為我哋純粹係想 show 俾上帝睇嘅。咁希望上帝喜悅我哋嘅恩賜啦嚇。雖然我冇恩賜嘅唱歌。好，開始走。
one and have some away. Down to the village with a blessing in his hand. We're here and there all down the street sing. Catch me if you do. As the Christmas tree goes round, bring the trumpet call, and only pause a moment when we have the bonus stop. Frosty the snowman and hurry on his way, but he waved goodbye, From and Frosty go. From the deep oh, and the tears of snow. From the deep oh, and Frosty go. From the deep oh, and the tears of snow. Frosty go, and Frosty go, and Frosty go. Frosty.你
一個人都好似有初見嗰種心如在感覺，咁嗰個就係你嘅一生最愛啦。嘉明都有呢種感覺，嘉明話佢都係喎。
就係我學姐 Scarlett 結婚咯。為咗 Scarlett 呢個好姊妹，我今晚忙到暈，一刻都冇停過，直到我遇到佢。嗰刻世界好似停咗咁。咁啱嘅。係咯，好耐冇見啦，你最近好嗎？係嘉明。自從同嘉明分手之後，我刻意迴避所有同佢有關嘅場合、朋友，甚至係相、禮物，我掂都冇掂，因為真係好痛好痛。不過過咗2年，原來呢種痛真係會過㗎。我看住嘉明，諗起嘅係苦瓜，不過而家唔再苦，反而有少少甘甘嘅感覺。邊有啊？我哋都傻笑起嚟，我知道我哋可以做翻對簡單舒服嘅朋友。呢一刻，我覺得好好。在有生的瞬間能遇到你，竟花光所有運氣，到這日才發現。